歹势，我煞袂去甲你介绍。这两个是我的孙啊，一个叫向亮，一个叫克耀。以后万有代志，我拢会交代处理。有恁兄，请恁大家陪我来去行行。田尾庄的景色实在是真水。你讲了无毋对，田尾庄确实是一个真水的所在。也毋过这田尾庄，嘛是这世人我上界遗憾的所在。过去你嘛捌鼓励我，爱我改变我家己的观念，叫我出国去进修。即摆我有新的人生目标，所以我感觉嘛爱鼓励你，鼓励你行出悲伤，完成你长期病院的计划，继续去创造你家己的事业。培养你这个人才，咱双方面拢要费真多苦心。也毋过天公变啊，是要夺走咱的命，对伊来讲也是真简单。无公平，对我全世界来讲，才真无公平。哎，老书记，你唔好。做你应该做的代志了，我的代志你也免甲我管了。就再讲，我全世界一世人也无需要你两一个人教我安怎做。只要你若是好好静养，我相信你会较真紧就会好管。有恁呀，我家己靠我家知影，多谢你。阿玲，阿姐，公司里毋是有代志，我嘛只想回去。这地皮所有权全交我交你。对哦，轮你先收起。是阿姐。有恁呀，这土地证明毛你甲我收起去。啊，这是这块土地，我要害水生爱闹，
我相信讲这件代志，你应该是甲我办好势才对吼。谢家兄，是讲你开遮济钱，甲买这个田地，你即摆安尼无条件就要用伊，敢讲你的心肝内袂怨恨水声？当然，我嘛真怨恨你。也毋我头一摆坐轮椅的时阵，忽然间水星爱面，伊煞出现伫我面头前。迄个时阵，我忽然间才了解讲水星啊，伊的个性是安怎会遐尔奇怪。到尾啊，我才慢慢去体会出伊的心情。谢家兄，以后你假使有时间，欢迎你随时来参会庄行行，我拢欢迎你。有灵呀！以后若是有啥物代志，你找我这两个孙仔联络着，我这世人永远袂等你参会庄一刻。爸，你要去倒位啊？我要摕地契来阿弟阿遐啦，你要到恁厝来去？恁敢是足久毋捌看到手机吗？敢毋是咧？恁到底是安那要去啊？毋去啦？打过去外口遐风声谣言拢总过去啊，你是搁咧烦恼啥？到底是要去啊？毋啦？哦，毋去哦，我毋是顾在恁啦。阿姨啊，你食啥？幼玲啊，都咧食日豆汤啦，你要食一碗无？手机嘛，较一碗，你幼玲带来食。阿姨啊，你的目睭是安怎？目睭都小可肿肿啦，都咧抹药啊，有咧抹药啊。哦，阿伯，你今仔来是有啥物代志哦？我是代表总董事长来的。毋知总董事长即摆安怎？人脚也袂行啦，行动阁不方便，唉，毋知会好啊袂？阮水生啊吼，甲因某弄死，啊，佮害伊安尼受伤哦，坐轮椅。会啦，阮会负责任咯，阮绝对会陪伊啦。是讲伊毋知要要求偌济，啊，伊甲阮买迄个土地钱哦，阮会使拢还伊啦。水生是有开伊一部分啊，但毋过我一定会想办法，甲伊害甲到。阿伯，阮即摆当初就干那是安尼尔。那恁免紧张啦，总董事长哦，不但无要求恁赔偿，而且哦，伊无条件要将这个土地还。要自土地还阮，啊是安怎讲啊？我嘛是看无，啊实在足奇怪，迄个水生母我凄惨落魄的人哦，大家拢无咧怨叹伊啊。总董事长也是无怨叹，啊恁大家新妇也无怨叹，啊水生啊伊吼。阿母，阿母，目睭毋通落啦，阿母。我足惊这场变局，是因为我来造成的。若无，
哪会遮尔拄好？迄天早起，我甲蔡医师刷落来，都发生车祸。查某人的名声比性命搁较重要。后摆我是要安怎面对阿母？这世人，我注定要良心不安。你是毋是用咧囥营山啊？叫伊莫出国读册。咱较无本事吼，开一间小诊所嘛是共款咧过日子啊。唉，人生海海啊啦，啊遐车店要创啥？爸，你讲人庄董事长的个性转变，其实哦，你嘛变啊啦。其实吼，爸爸嘛是咧替你设想的。你甲想看觅啊？你甲营山吼结婚无偌久。伊就遮少咧陪你，我即马要答应讲，庄董的叫杨生出国深造，等候伊若是转来，搁开一间病院好顾，啊，毋是足无用的。你敢有想到这个问题？无论以后安怎，我一定要紧互杨生出国，换一个环境呢。你伫咧写啥？我想要写一张陪我手机啊。你唔通误会，我是你是安怎？我嘛袂好讲，我心内感觉讲。我可以享受着，所以你就要写批予伊。等咱错过了后，恐惊以后拢无机会甲手边讲。若是安尼，你今日哪无甲爸爸做伙去？我已经无迄个立场甲伊见面。等你批写好，我替你送互手金啦。我嘛想搁甲伊记一遍。多谢。哎呦，臭话大啦！手金啊，啊你是咧创啥咧啦？我臭话大！你是安怎啦？安尼戆身是咧想啥？无，来，先休困一下啦。你是安怎？是人艰苦哟。哎呦，啊你是安怎啦哈？手金啊，是安怎哪会安尼？啊，你好紧无啦？哎，手金啊！手金，你是不是有心啊？真是的，是真是的啊！你讲爸有目睭啦，无带阮饲甲伊有带。
阿母，我对不起你。敢讲，你若毋是最先的呀？我做袂到，我做袂到。